家好，我係10年元吞珍姐，今日拍呢套房係一期水藍天嘅69平哦，帶埋裝修，拎包入住哦，家私全部送嘅，隻真皮沙白哦。睇到69平咯，睇小溪迎領景觀。呢套房係一期水藍天一期啊，睇小溪迎領景觀啊，生活非常方便，行路10分鐘可以到海邊沙灘綠道啊。一期交通中心往返深圳嘅流巴車啊，而家總價只需要23萬8啊，單價3000左右，帶埋裝修拎包入住到啊，2房係一4房係應，空調乜嘢裝好啦。業主好少過嚟，所以買去，佢當時買落嚟60幾萬，而家真係好平，3000幾單價啊，23萬8可以攞落嚟呢套房啊，生活非常方便。即係攞去市場啊、海邊啊、沙灘啊，一期交通中心啊，有興趣直接用我10年元吞珍姐睇樓，拜拜。